为着要加做一寡翠暗，互民众拢买会到，这个政府甲民间合作赶工组装的第一批的机械设备已经完成，要开始生产了。早起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去慰问工作人员。院长讲，3月初，这个翠暗逐工都会当生产1000万片。到时阵，这个翠暗若较充足，会阁来调整民众购买翠暗的规定。全自动化生产线产出一片搁一片翠暗，行政院长苏贞昌视察翠暗生产设备的厂商，嘛亲自赶试产的翠暗。为了长期对抗武汉肺炎，政府民间通力合作，增加国内翠暗产能，一个月内增加60条的产线。头一批机台赶工完成，15就会当上线生产。就有9台机械要配置到相关的厂商去，接下来60台就分布在各个厂商，大概这个月底、下个月初，就可以把每天口罩产能增加到1000万片。因为国内原本产能不足，翠暗范围采实名制，新产线投入了后，未来有机会进行调整。那随着量能继续增加，我们更有余力的时候，再来做更宽裕的调整。疫情爆发后，也有真侪民众停留武汉，后续包机何时才会当成行？我们还是秉持蔡总统所宣示的弱势优先、防疫优先，我们持续沟通，希望做到最好。对防疫有一定的坚持，毕竟防疫就好亲像作战共款，任何有可能的漏洞，政府拢爱严格把关。